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enaissance 全球首席 Christine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我哋嘅1號面膜同埋我哋嘅2號面膜啦。1號面膜咧就係我哋嘅去角質面膜，去角質喺護膚程序裏面咧係非常之緊要嘅。佢除咗可以令到我哋皮膚咧更加容易吸收營養之外咧，最重要嘅咧可以加快我哋嘅新陳代謝，令到我哋嘅新細胞咧更加快可以生長出嚟嘅。咁而我哋嘅去角質面膜咧係由純天然植物纖維組成嘅，可以好溫柔咁幫我哋去角質。一般嘅皮膚咧一個星期做一次，同埋係薄薄敷喺塊面度啦，大概8成乾，記住係8成乾嘅時候咧，用掌心輕輕搓塊面，跟住用水洗乾淨就 OK 噶啦。咁至於皮膚比較敏感嘅靚靚咧，例如有濕疹啦或者玫瑰痤瘡咧，咁可能要3星期甚至1個月做一次，而每一次咧可能只係敷4-5成乾就要洗，亦都唔可以捽嘅情況下就洗咗佢。如果油性皮膚嘅靚靚咧，痘痘肌嗰啲咧，咁你就可以1個星期做2次或者3次都冇問題嘅。咁如果咧問題係，如果你哋敷嘅情況下咧瞓着咗覺或者掛住咗睇電視玩手機，唔記得時間，搞到咧完全喺塊面乾咗嘅情況係點算呢？咁大家可以用我哋嘅多肽水噴翻濕塊面之後先至沖洗乾淨，咁就 very good 啦。咁至於做完1號面膜之後咧，就可以做我哋嘅2號面膜啦。2號面膜就係我哋嘅滋潤保濕嘅面膜，咁咧只要敷喺塊面度15分鐘洗咗佢就冇問題噶啦，同埋佢嘅性質係非常之溫和，非常之有營養嘅，日日做都冇問題噶。如果有咩問題，歡迎大家隨時 WhatsApp 52257000，我係 Renaissance 全球首席 Christine。